来乡亲啊，继续要甲你讲，白牌仔车无保险，万不幸若出代志是无得赔偿哦。苗栗的监理站到白牌仔车上定出现的火车头甲学校的附近来抓白牌车，当场就抓到一台违规来载3个学生。监理站这是甲这个司机甲学生分开来做笔录。家属讲，迄3个女学生是伊朋友的查某孙仔，无收钱啦，但是名线叫袂出来。啊，学生是承认讲坐一抓100块。当场，这个白牌仔车的司机互杜破家规，开一张罚单10万块。这实在是真袂好哦！安尼趁100罚10万。监理站人员详详检查抓白牌仔车，他们的名字？我朋友的子女啊。不知道名字吗？对。这台车载3个学生，家属讲因是朋友的孙仔，啊，毋过叫啥名煞叫袂出来。有跟他们售票揽客收费多少钱？没有。家属讲无甲学生收钱，毋过另外一边价钱多少？100。几个人100？不管几个人都100。你们今天坐几个人？3个。坐车的学生讲，无论偌济人，一抓就是100块，当场撞到驾驶讲白惨。这台轿车就是无合法驾照的白牌车，违规载学生啊！你们知道白牌车司机那一些有些是酒驾、毒驾的，甚至没有保乘客险，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你们是没有办法理赔的，你们知道吗？你们要心存侥幸哦。监理站人员甲坐白牌车学生机会教育，若违规载学生的驾驶，嘛去监理站开罚。那这个白牌车的话，我们会罚驾驶人可能要新台币10万块。那他的驾照要吊扣4个月，车牌也要吊扣4个月。监理站强调，白牌车司机无合法的执照，坐车嘛无保险，乘客坐车出代志无理赔，嘛可能使白牌车司机若真正想要载人客，会当去考职业的驾照，保障这慢慢安尼未来美去。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